哈萨克斯坦队出发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本期国际版城市之间又与您见面了。参赛的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是由领队马拉提带领的。快告诉我，你们的口号是什么？加油，哈萨克斯坦！对，这样的话，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，中国队将只能拿到第4名的1分。哈萨克斯坦的大汉跟牛在角力啊！不要打了！这只牛来回的对他进行攻击，他似乎也想凭人力把牛扳倒。没错，他现在是厉害呀，真的很厉害呀！掰着牛的脖子把牛给掰倒了，像个勇士一样。虽然裤子也已经被划了一道大缝，最愤怒的是我们现场这位工作人员，牛是他养的，他刚才非常愤怒地指着这位来自